一單超過3億嘅維修工程，竟然最終釀成大埔宏福苑嘅5級火災難，接近2000戶嘅居民流離失所，數百人死傷。究竟錢係咪真係可以幫我哋買到保護網，定係還是買錯咗一個連防火標準都未過嘅維修網？錢買唔到道德，買唔到失去嘅人命，亦都買唔到信任。咁究竟錢仲可以幫我哋做啲乜嘢？乜都冇晒咯！我而家個身家就剩咗咁多嘢。喺呢一單事件發生之前咧，宏福苑咧接近有200戶嘅居民咧考慮入稟呢一個土地審裁處進行申訴。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呢一單涉及3.3億嘅工程啦，實在係太過昂貴啦。最主要嘅原因，佢哋話係要全作重鋪呢一個外牆嘅紙皮石，需要住戶分6期繳費。如果你遲交錢嘅話咧，仲有1% 嘅利息。乜原來預期夾唔到錢出嚟咧，都仲要俾息。41年歷史嘅大埔宏福苑公布要大維修，有8座共1984戶攤分，每戶要俾成16至到18萬。據業主講，宏福苑係喺16年強制驗樓後決定進行大維修。我係好驚，講老實真係，我亦冇錢俾。個工程嗰個工期咧係接近2年嘅，咁點解要喺短短7個半月內收晒嘅大修費用咧？當時嘅法團咧就話咧，佢哋會新開一個嘅獨立戶口啦，將集好嘅資金咧就放喺呢一個新嘅戶口入邊啦，而並唔係第三方一啲嘅公證嘅戶口啦，又或者律師嘅戶口入邊啦，令到咧當時咧一啲嘅居民咧係產生咗異議㗎。我哋冇意思㗎，點解冇意思啊？係啊，你光明正大你就應該俾人聽㗎嘛。屋苑而家揀咗嘅維修方案係3個方案入面最貴嘅，造價相差成1億半。喺頭先嘅影片亦都見到啦，多份嘅招書入邊咧，呢一個嘅承辦商咧，顯然係俾出最貴嘅造價，並且有位該區嘅議員咧係力撐㗎，所以政府已經公布今日廉政公署咧會開始展開咧所有嘅調查，關於咧呢一場嘅法團最後選擇承辦商嘅案件入邊咧，係咪涉及貪污㗎？第一樣錢唔會買到嘅係人嘅道德，甚至最先買到嘅係嗰啲咧對於錢趨之若鶩嗰種劣性。第二樣錢買唔到嘅，相信咧就係港人嘅信心啦。除咗呢一單嘅事件之外，之前咧又出現過唔少嘅一啲起火事件，例如係中環華懋大廈，當時咧其實已經係有工程師啦去展示咧一啲唔同物料嘅易燃情況啦，同埋咧希望咧政府咧係盡快咁樣介入咧，去睇下而家現行上嘅工程咧係咪出現咧同樣嘅問題㗎？係發現建築物喺嘅外牆係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網啦、保護膜啦、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都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而經警方嘅初步調查，我哋喺窗內發現呢啲發泡膠係由一間建築工程公司喺呢個大廈係進行呢個維修工程嘅安裝嘅。除咗呢啲事件之外，大家仲記唔記得其他嘅醜聞？例如係沙中線點解會沉降？係咪因為趕工，定係還是因為偷工減料？有好多事咧放喺我哋嘅眼前，一路慢慢食嘅時候，呢個信心自然已經唔喺度啦。第三樣，錢永遠買唔到嘅係喺緊急時間嘅時候點樣去救自己。如果我哋住喺高層，但係又咁啱得咁巧，好似宏福苑入邊咧，其實有接近40%嘅都係長者住喺一個咁高層嘅地方。如果真係有啲乜嘢電梯發生事故嘅問題嘅話，佢哋係咪真係可以成功逃生呢？有冇足夠嘅教育教我哋點樣走火警呢？喺呢一段嘅走火警片段入邊咧，證明我哋嘅防火教育可能仲係不足㗎。唔係佢4樓啫嘛，喺4樓唔使。喂，房啲唔會單咗去喎。係咯。大家有冇留意到頭先我所講嘅道德、信任、教育，甚至係人命、你嘅回憶，呢一切都唔可以用錢買得到㗎。你嘅平安、你嘅安心唔會用錢買得到㗎。老人村嚟嘅呢個，好多全部都係公公婆婆嚟噶，就嚟70歲噶啦，我仲有咩能力啊？唔好講話我冇100零萬整翻間屋啊！你俾翻間屋我都住好定唔住好啊？所以即使呢個頻道平時教大家點樣搵錢，喺我嘅心目中，我嘅排行永遠都唔會將金錢放做第一位。我亦都希望咧，所有嗰啲唔知係咪因為俾錢蒙蔽咗自己眼睛同埋良心嘅人，唔應該要將錢放做第一位。呢一啲貪污嘅人咧，
都有佢嘅屋企人㗎。如果你諗下，錢令到佢哋自己嘅屋企人，令到佢哋自己去受到傷害嘅話，佢哋嘅良心係咪真係過意得去咧？開門啦！咁點啊？我哋要俾錢你啊？梗係要俾啦，梗啦，你講公信。咁你諗辦法，呢個係話屋係你噶嘛？唉，你呢個揸把刀插我一刀係你決定啊，收幾錢喎？即係都未開工咁快，俾晒一大嚿錢佢走佬咁點算啊？大家可以諗一諗，一個喺美國咧，我認識嘅一個終極嘅富豪咧，真係好有錢。佢同我講：你以為我哋去賺錢係為咗去上遊艇，為咗之後去太空旅行？我同你講，我只不過係為咗我嘅家人嘅安全啊！佢咧買咗好多歐洲唔同小國嘅 passport， 佢甚至諗埋咧導彈唔會飛去邊一個地方，到時佢只係搬去嗰個地方。佢話錢咧自己揸喺手嘅話，你會有方法做到你嘅保護網。佢哋甚至咧其實已經預想咗別人可能會陷害佢，所以咧會裝好多嗰啲咩防盜眼啊，請私人保鏢啊翻嚟保護自己，因為佢知道錢咧喺落入唔適合嘅壞人手上啦，會變成一樣最毒嘅武器。聽完呢個故事同埋今次呢個火警之後咧，我好想同大家講，你如果擁有幸福、家庭、健康呢一切無價嘅嘢咧，我為你感到好開心。呢啲人生無形嘅財富比起錢更加重要，但係唔代表錢唔重要。如果你哋有機會可以用穩健嘅方法去賺錢，而並唔係用投機危險嘅呢啲方法去賺錢嘅話，亦都可以諗下，賺完啲錢翻嚟係時間要為自己去組織一個保護網。你應該如果有錢俾，唔喺度住啦。你諗下係咪？有錢儲到個錢，根本走咗啦。財富如果落喺自己手上，永遠係可以保障自己。但係財富如果永遠只係由別人去擁有，你唔識處理嘅話，咁主導權甚至可能係你其他幸福嘅決定權都會喺別人手上。今集影片嘅描述欄入邊咧，將會綜合呢一啲唔同我喺網上面見到可以用錢又或者用行動幫助嘅資訊。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去參考一下。本人咧亦都會以匿名咧去捐款嘅。今集嘅內容咧係咁多，我哋最後向所有受影響嘅居民致哀，同埋向所有嘅幫助者致敬。今集嘅內容又係咁多，我哋下次有緣再見，拜拜。